所以恭听上帝的话，记载伫马太福音24章36啊44节、36节。关于迄个日、迄个时，无人知，天顶的天使毋知，囝嘛毋知，只有爸知尔。因为人子的来临嘛会亲像挪亚的情时的情景，大水来以前到那亚入大船迄日，人照常饮食过带，因好里好多拢毋知，大水忽然来，拢冲走。人子的来临嘛要安尼。迄时有的人伫园林，一个受接去，一个放咧；两个人伫下无经的石磨，一个受接去，一个放咧。着警醒，因为恁毋知恁的主啥物日会来临，恁着知。即个主人若知暗时几点贼会来，一定会警醒，袂互贼仔挖壁坑入来厝内。所以恁嘛准备便便，因为人子来会伫恁想袂到的时阵来临。下面咱王刚传道要传咱信息时，有备好家己。各位兄弟姊妹，大家平安。真欢喜，伫今仔日即个大港节甲感恩节，咱会当三甲组织伫遮哩。伫今仔日咱做伙来读的即段经节的范围，即个圣经的编辑者，伊将即段的经节用安尼一个标题来放，就是迄个日、迄个时，无人知。咱手中若有圣经，会当掀开来看。伫这个时阵，咱也要转来回头看头前的几段经节，帮助咱知影到底迄个日、迄个时要发生什么代志，并且迄个时阵是无人知的。安尼，咱要怎样来提醒甲备办家己？伫马太福音24章的开始，就是对第一节开始。遮恁讲到讲，耶稣迄个时阵，伊对圣殿行出来，伊对门徒讲：“我实在甲恁讲，遮恁一切拢会受拆毁，拆到无两块石相塔。”这看起来真简单，对一个建筑物所讲的发言，却对听者来讲是非常的惊吓的，因为只有几种的可能，这个圣殿会受到拆毁，就是天灾，而且非常严重的。第二种就是战争，就亲像过去以色列所发生的共款。所以门徒真好奇，伫门徒甲耶稣行这个橄榄山的山顶的时阵，因伫遐找一个所在，门徒就伫这个时阵来问耶稣：这个代志什么时阵会发生啊？伫你来临的时阵。伫经济结局有啥物款的调头？耶稣伊的门徒来回答：当伊要阁来的时阵，会有安那的调头？伫迄个时阵，首先爱做的就是警醒，才袂受到迷惑。因为迄个时阵有真侪人会用耶稣的人命来对人讲：我就是基督，来迷惑真侪人。迄个时阵会有战争。到倒位拢会听到战争的风声，迄个代志，这个代志一定会发生。毋过，终局还阁还袂到。一个民族要攻击一个民族，一个国家要攻击一个国家，真侪所在会有饥荒甲地震。迄个时阵，真侪人会失去信心，互相出卖，彼此怨恨。有真侪假的先知会出现，迷惑人，不法的代志要哪来哪加添。真侪人会疼心，会渐渐的安那冷淡去。迄个时阵，有人要讲，伫
你看基督伫遮，也是讲伊伫遐毋通信，因为有一寡假基督甲假的先知要出现惊大的神迹、奇事来迷惑人，那话当连选民也要甲伊迷惑。伫迄日即秒大灾难，是创造宇宙以来毋捌有的，将来嘛袂阁有啊。毋过领受到最后的会得救。即个天国的福音会传甲普天的，对万民做见证。最后即个终局才会来，就是迄个日。迄个时阵，人子会掉头为对天顶出现，地球万民拢会啼哭，因为看见人子充满光荣甲大阳光，坐伫天顶的云来里。咱讲即个日是啥物日？有的人讲即个日就是审判日，有的人讲即个日就是世界末日。有的咱基督徒就是讲这是耶稣搁再来临的迄日。但是迄个日，迄个事却无人知。伫今仔咱所读的即段经节，耶稣讲关于迄个日无人知，天使毋知，囝嘛毋知，只有爸知影。当咱咧读即段耶稣所讲的话的时阵，咱咧看即段经节的时阵，咱必须先来问家己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就是：你敢有相信你即摆所读的是真正会发生的？这是咱常常咧听的啦，咱常常咧听。我若安尼问，你一定会真紧就反应讲：我有相信。但是咱会当想较慢的。如果咱毋是因为相信，你可能会讲，如果我毋是因为相信即个话，我袂坐伫遮领啊。我就是相信圣经所讲的话，我才坐伫遮领的。但是你有可能，只是一种习惯，只是一种习惯的相信。咱会当想较慢的，想较清楚的，才来对家己回答即个问题。当咱讲相信，我相信我所看见的发生的即个相信。是倒一种相信？是一种无经过思考，看人咧画，就继续甲做伙画，一种精神的喊话。我有相信啊，我有相信。也是你经过思考、认真看这个经文，你知影发生什么代志，你有判断，并且判断了，你选择相信。2礼拜前，老牧师咱分享一个题目。叫做忠于所托，忠于所托，就忠心伫所交托。伫迄段经节内面，讲到帖撒罗尼迦教会内面的基督徒，因为听信别人所讲的话，然后呢，因就感觉讲，耶稣就要过来啊，所以因就开始咧等啊。但是因用一种方式，错误的方式咧等，就是因开始过一个散漫、平淡的生活。但虽然因有听嘛有信，但是是错误的。这个错误的信仰生活是咱感觉是歹的，无毋对。但是因确实是相信哦。因用伊的行为来表达因的相信，所以因就安那无要做工啊嘛。可能有做工的就辞掉啊，有钱的就凊彩开。因将因相信行出因的行为，所以。因有相信嘛？有啊，因有相信，但是这个相信是错误的相信。帖撒罗尼迦教会基督徒因用错误的方式等待耶稣来临，但这个保罗先生对于咱的提醒，咱已经知影，咱在看圣经就知影。如果这个时阵有人讲耶稣要搁再来，就伫明仔载，就伫什么时阵，咱有智慧会当判断讲这是假，因为圣经安尼甲咱讲。但是，咱对这个已经知影，这个日子是无较紧的来，无人知影的会来的这个想法，过了慢慢习惯，听久，咱必须得小心，有另外一个想法会影响咱。这是什么款的想法？就是咱对耶稣话伫咱所知影的时阵来，只是一个无人知影的时阵。已经慢慢对这个时阵变成怎样？这个时阵是跟我无关系啦，
无关系，因为你看这个信仰的历史2000年，2000多年，敢有发生？无啊！啊，敢会发生伫我所活的这个100年内面？有可能嘛袂，嘿，无发生。你无迄个感觉，无迄个紧张的感觉，所以开始渐渐的，咱的生活就变成做，甲帖撒罗尼迦教会的人无啥物差别，嘛是共款，散漫、平淡，也有可能是安那，无领也无收，过即种生活的信仰生活。所以咱是安怎怎样去面对讲无人知影的迄个事？这会直接反映出咱家己真个的信仰生活，不管是伫教会内，还是伫教会外，拜一到拜日，这段的生活会表现出你是安怎来看待这段的话，上帝对咱讲的话，到底无经过思考的迄种喊话的相信？也是讲经过思考判断，然后去清楚知影所相信这两种有啥物款的差别？到底咱是倒一种？头前所讲的这种，伊用感受来选择感受，这会互人感觉，哪想相信嘛是一种感受，敢毋是？但是若敢若只有感受，伊其实毋清楚知影伊所相信的物件是啥物。当人问伊的时阵，伊就会回答讲：我就是相信。无理由的相信，伫即种人，伊会真容易受到环境中的人事甲感情来影响伊的相信。即种人就亲像一个比喻，会内底所讲的物件共款，就亲像一粒种子落伫浅的土内面，伊真紧大，但是安那日头一晒，伊就打去啊，真亲像即种款的，伊有大汉。但是伊有一天嘛，真紧就无去，打去啊，失去啊。另外一种经过思考判断的相信是啥物款？即种的相信，伊清楚知影嘛。所以无论伊伫啥物款的环境内面，啥物款的处境内面，伊拄着啥物款的问题，无论任何的感受，伊拢会当对遮灵的物件整理出怎样来继续相信。伊所相信的要回答伊所面对的问题，所以伊会当行伫正确的道路顶面，并且伊会当继续安尼行落去。也因为安尼相信，也因为咱有相信，也因为咱清楚相信，咱才会来认真来看待耶稣今仔日对咱所讲的这段话，就是迄个你迄个事，无人知来的时阵，就亲像所有的物件要结束共款。头前咱拄则我所读互大家听的24章所讲的，这会发生。如果咱相信这会发生，咱可能会对看一段文字变成做认真看待家己的生活，知影家己袂当过迄种平淡的日子，袂当过迄种无领无收的迄种信用日子。为想要改变，但是安尼只有安尼想，可能无一定会当做到，因为这是一个突然间的想法，所以这个话要继续伫每一个时阵提醒咱，互咱警醒起来。耶稣讲，迄个日要到的时阵，迄个时间独只有上帝知影。迄个时阵，伫遮，咱的今仔现在有2个人伊伫田内底咧做工，一个安那受接去，一个靠囥咧。有2个妇人人伊嘛咧做工。一个靠受接去，一个安那靠囥地。受接去就是受主所接，囥地呢就是无靠选。咱知影这个意思。当咱咧看这段经文的时阵，咱会当去想象，如果是咱某一天拄着，毋是今仔日，就是咱毋知影一天，但是咱有拄着。你拄着的时阵，你心内的反应、想法是啥物？你是感觉真平静的，因为你真认真咧追求信仰；你是感觉惊吓，因为你还未备办好；你是感觉感动的，因为你所相信的真正发生；还是你是后悔，你有真侪重要的代志还未做，还未讲；你是紧张的，因为你无清楚到底家己是好还是歹；你伫遐咧等待，还是你是无差的，
你感觉这一切发生就是安尼？真正有，我无认真，我都无差。到底你是倒一种的心态来面对这个未发生的代志？伫每一种的感受内面，咱来问讲：为怎样我会安尼去想？我会感觉紧张，为什么？我会感觉感动，为什么？咱咧去问讲，为什么有遮安尼的感受？当我咧备办今仔日这段信息的时阵，我咧看，我必须讲，当我想象耶稣要来临的时阵，互我拄着的时阵，我负面的感受是比正面较济。负面就是紧张、后悔、惊吓。为什么我安尼讲？一开始我真平静咧读，因为这段经文安那对细汉读到大汉常常会听到因为安尼会感觉讲，我真实我嘛知影，我知影伊讲的意思，就是有一天迄日会发生这种心态，对不对？我知，因为我伫看时嘛是安尼。但咱搁一家来看40节甲41节，遮恁所讲到的这两个人，一个是伫田园咧做工，另外两个妇人人，因伫另外一个所在嘛咧做工，但是因虽然伫无共款的所在，但是因拄着共款的代志啊，就是一个安那受接，一个捡留落来。当你看这段经文的时阵，你直接的感受是啥物？有可能你会讲，这是两个人，两种人，一种是我，就是基督徒；一种是无伫教会内面，就是咱讲的外邦人，也是讲无信主的人。咱直接的感受就是，这咧讲两种人，一种就是咱，一种就是因，是安尼吗？有可能是吼，也有可能咱会讲，我看到的是家己，有可能。会有较悬的，就是较悬，有可能靠受上帝来接去，因为你真认真咧过啊，所以你看到你就想到家己，这嘛有真有可能。但这是咱感受拢是安那真平静的，嘛是有可能有一寡期待啊，有一寡期待用正面的看待家己甲这段今节的对话。但当咱详细来看的时阵，一个受接去。一个留落来，我要问讲，这两个人内面所讲的这两个人，因有啥物款的关系？因有啥物款的关系？因有可能是做伙工作的同事嘛？因有可能是对细汉就熟识的好朋友哦。因有可能是安那爸母甲囝的关系？因有可能是真亲密。的兄弟甲姊妹，因有可能是有安尼的关系，但是伫这个时阵，一个要靠受接去，一个要靠留落来。但当咱用安尼的眼光来看的时阵，咱会发现，迄个受留落来，若是咱所认捌的，可能就无当平静来看待啊，可能就开始会紧张啊，可能就会想着，为怎样我无？对伊讲较侪传福音的话啊，等等的，有这种想法就开始会出现啦。因为本来咱当作即天发生的时阵就是咱甲上帝个人的关系啊。但是当咱看这个经文的时阵，当即天发生的时阵，上帝嘛要甲你有关系的人发生这个对话，到底伊要受拣选、受选，还是伊要靠留落来？所以。咱的这个感觉会回答咱真实是安怎看待这段信仰。若是真认真，到这个时阵你也阁是平静的。但是咱一定会感觉讲，做无够的所在一定是也阁有的。如果会当有阁较多时间去备办甲努力，你一定会当感觉讲，我会当去改变，有可能当改变这个结局。我有真正真认真，也是讲我其实阁是还好的迄种认真。你家己清楚知影，你清楚知影你是拼命的、拼命的，还是你是差不多会当讲是还好迄种？到底是倒一种呢？当然有另外一种可能，
会互你感觉惊吓，就是有可能即个受留落来的，就是咱中间的人，有可能就是咱家己啊。就是你清楚知影，我做无够，有一寡所在是一直无改变、无悔改，但是一个习惯，互我一直去教会安尼尔。所以你知影，你有可能伫迄日无可接走，因为伫马太福音7章安尼讲，迄个日吼有真侪人要讲主啊主啊，阮敢毋是奉你的名传福音吗？阮敢毋是奉你的名赶鬼？阮敢毋是奉你的名行圣者吗？但迄时主要对因讲，我拢毋捌你，恁遮恁做歹人拢离开我。毋是每一个称呼我主的主的，会当进入天国，就是现我爸子的人才会当入去。这个提醒是毋是互咱开始警醒起来？互咱开始咧思考。虽然过去的日子无一定是会当改，会当安怎，但是明仔载也是今仔日，有可能有想要努力的所在出现伫你心内啊。耶稣阁安尼提示咱，总是爱警醒，因为迄个日无人知。咱着知，主人一个假主人，伫暗时几点，伊若知影贼仔会来，伊会警醒，伊袂互贼仔乌壁的空入来厝内。警醒是咱备办家己伫耶稣来临的时阵非常重要的状态，因为有警醒，咱才会备办，有比家己。但要一直安尼保持，我必须讲，这是真忝的一种状态。你嘛得一直保持，就亲像你要一直做工共款，这是无可能。你会需要休困，你会需要空间。有人讲，我用透过读圣经的方式来坚持我这个状态，因为读圣经会当建立起咱对上帝这个相信的这个信念。但是只有读圣经是无够的，只有独干读圣经是无够的。佮记咧，伫我开始追求信仰的时阵，迄个时阵就是国中开始要读国中的时阵。每一届暑假，我毋知影即摆啊，但是较早咱可能拢有参加过，就是暑假拢会互辅导，也是无暑讲爱去参加某某所在办的营会。我某会的辅导嘛是安尼教，阮教会青少年以及我来勉励，所以变成做一个传统，就是暑假就是爱去参加营会，而且阮毋是靠受逼的。转来的人的分享，拢互阮遮无参加的青少年感觉讲真期待。啊，这个营会伊是安怎来办的呢？因为伊会设计这个甲青少年有关的主题，然后呢，伊会伫内底用信仰诚做一个真重要的信息来分享。比如讲，青少年可能会想要听感情的代志，伊就会去设计。然后呢，伫即个所在有真侪间无共款的教会，拢会组织伊的听线来另外分组，所以会识识真侪无共款的人。伫即个营会内面，有牧师，有辅导，有哥哥甲姐姐会分享因的见证，甲因对上帝话语的看见，有小组的讨论，无着也无讲要甲你批判，就是你会当讲你想要讲的话。会当讲你今仔日对即个营会的看法，嘛有早倒甲暗倒，伫下晡的时阵嘛会做伙耍。即个过程就亲像吼，迄个朱利奥的夏令营共款，但是是较侪对话的。伫遐咧，每一届拢会当识识无共款的人，所以真期待。所以吼，每一届只要参加夏令营转来的青少年，拢有一个状况，就是会开始吼。想要来看圣经，较早对耶稣的认捌，就是耶稣是上帝的囝，但是佮想要佮较认捌伊，就开始会掀开福音书来看，真认真，而且是每一天的，拢会去教会看圣经，然后才来读册，佮会分享，听起来是一个真美好的画面，对不对？就是咱每一个人拢希望即天会当逐天发生，安尼是真好。
但是咱心内嘛知影，要一直安尼做，对青少年来讲，莫讲青少年，对咱来讲嘛是真困难的。何况是即个青少年因阁毋捌较济的时阵，所以我母会包括我伫遐恁咧会咧咧追求信仰的时阵，差不多开始拢袂歹，几个月前拢袂歹，2、3个月开始以后，就开始感觉闲啦，会感觉讲今仔日莫先莫读啦，爱安歇，安那拢有一寡借口，今仔日就互家己歇困，歇困久啊，就无法度去动啊。然后呢，到最后只有剩读册甲开讲尔，圣经就是亲像出埃及记、出埃及记，一直拢读袂了共款。当阮的迄个热情要消失去的时阵，暑假就敢若搁来啊，所以就去参加这个营会，然后就安尼不断参加，就有热情受装备，然后呢到生活中久啊，就去失去迄个热情。但是经过安尼一摆甲一摆的装备，其实阮发现到一项事，阮遐恁青少年的信仰已经有真深的实在啊。对上帝的话语，虽然无法度亲像较早安尼用走真紧，但是已经会当一直安尼不断一步一步的向前啊。我想要讲的重点毋是即个营会吼，要介绍讲谁去参加营会啊。我是用即个经验要来甲大家分享讲，即个营会的本身就亲像安那一个团契的生活共款，伊有即个功能，一群人伊备办家己，将因所备办的来分享。当阮伫迄个继续参加的过程中间，咱每一个人，要伫迄个参加的过程内面安那得到提醒，信心要得到坚固，要困去的时阵。身躯边搁找人安那，甲阮叫醒，互阮一直安尼警醒落来。所以参加教会礼拜是重要的，但是只有安尼是无够，一定爱搁有即个三角心甲心话语的即个连结。所以有团契，教会有团契，伫即个团契内面，你会熟悉人，你会甲伊讲话，分享你的痛苦甲欢喜。有可能你即摆无参加团契，你毋知影要参加倒一种，所以咱会当伫迄个外口看到即个星座的即个步调，顶悬有真侪团契，一定有一个是适合你的。但是你感觉无，安尼你会当成做一个新的团契、新的小组的一个第一个人，甲成做一个会当有甲人分享的生命是真重要。因为咱会忝啊。但是咱身躯边迄个袂忝的，伊会提醒咱。然后当咱袂忝的时阵，咱会当成做迄个忝的人的提醒。就安尼不断的互相提醒，才会当继续来伫即个备办的道路一直警醒。伫今仔日咱所读的即个43节就是讲到，即个假主人若知影啥物时阵贼仔要来，伊会警醒嘛，一定会。但是，这个主人伊要讲的，毋是上帝，毋是耶稣嘛，毋是圣灵，是咧讲咱每一个军队耶稣的人。伫即个内面有真侪人要住伫遐哩。即个假主人也好，也是讲即个家内底的厝内的兄弟姊妹也好，只要有一个人是醒的，贼仔来的时阵，伊就会当成做其他人的影响，敢毋是？但是，若是所有人拢困去啊，安尼贼仔来。耶稣来临的时，无人会当备办啊，无人会当知影。这个家就是亲像，这个家就是咧指团体信仰生活、团契。忝的时阵，想要放弃的时阵，想要逃走的时阵，这个家会当成做真好的武器。伫咧警醒备办的家己的这个过程中间，耶稣讲爱警醒，爱警醒。这个警醒爱一直警醒，一直备办爱偌久？到底爱偌久？阁有一个方法，有做到就安尼及格，有考试共款，亲像考试共款，几分就会使啊？敢有安尼？耶稣讲灵主来临的时阵，就亲像挪亚的时代，大水来以前，挪亚伊安那，伊要进入大船，人呢照常的生活，大水。忽然间来，甲因冲走。
耶稣来临甲大水，拢是安那真突然，忽然间就来的，无人知影。但是那伊爱安那，伊爱一直不断的做即个大船，建造即个大船。等洪水大水要来的时阵，伊会当入去到即个内面，对不对？伊需要也一直做。安尼那伊做偌久？大概将近100吨。伊用遮尼时间来做即个船，所以备办家己即项事吼，伊是需要一直不断的。备办家己伊的时间是长的，也毋是短的。咱可能会较希望讲，亲像100公尺、400公尺的走标共款，有一个目标，看会到，来走的时阵，就会当知影要安怎走。但是备办家己的信仰生活，却亲像是马拉松共款，即个路真长，真长，你知影真长，而且你看袂到即个终点。什么时阵你会看到？就是当你走到最后要到的时阵，你才会看到。所以你毋知影伫倒位。谨慎备办的信仰生活，就亲像安尼。无撇步，只有一直不断的走落去，伫即条道路一直不断的备办家己，才会当安尼来得到迄个入去到迄个终点内面。就是当耶稣来临的时阵，咱一直爱不断的安尼去做。这是为着要互咱安那是受着接起来迄个，毋是迄个受留落来迄个。当耶稣来临的时阵，互咱也会当诚做，互别人受接去的，毋是受留落来迄个。所以分享家己，以及互人对咱分享是重要的。因为咱相信耶稣会来，对不对？会过来，咱相信，所以咱会当保持警醒，虽然危险，想要歇困，想要放弃，但是因为咱有团契的生活，所以会当继续行落去。因为伫迄中间要彼此扶持帮助，互咱会当伫有安尼的力量中间，坚持不断的备办好家己。伫今仔日，我嘛要甲大家来分享一段歌内面的歌词，因为伊是中文的，所以我就无唱。那有兴趣会当去网络顶悬听，但是伊的歌词我感觉写了真好。这是我伫第2段的时阵要做的回应诗，要唱的回应诗。伊讲：愿我将拥有都给你，愿我将所有都归你。主威荣奇妙，赞颂诗篇，我要每日发声。愿我的手时刻给你，愿我的腿有力为你，重回轨迹，渴望见你。愿背起十架跟你，是为你预备，承奉真心，是为你预备，纵然艰辛，踏上这路途，愿你走近，是你话语吸引我心，是为你预备，承奉真心，是为你预备，期待更新。在这空间里，万有归你，愿你悦纳我众甘心，承奉的献祭。愿咱会当透过今仔日这段耶稣问道，也是咱所讲的话，用一个正确的方法等待耶稣来临。伫今仔日大讲者，咱会当定心来思考这项甲咱有关而且要发生的代志。这是咱大家三甲同心来祈祷。主，阮感谢你，因为透过你的话，透过阮来到教会，透过阮有安尼的信仰团契的生活，阮诚做彼此的帮助。这是你来带领阮，互阮诚做一体。阮要献上感谢。伫今仔日，阮也要定心来思考这项甲阮有关系的事，
甲你有关系的事，阮要来重新看待，阮每一个人的家己的信仰生活，是毋是合你心意的？若毋是，阮要搁再来努力备办。若是是，求你帮助阮会当继续坚持。阮将阮今仔日的一段献上阮的感谢祈祷，奉靠耶稣的圣名求，阿免。请做伙来吟圣诗129首，恳求圣神降临。新歌队要赞美的歌是《万米上赞》。你说了，你被眼光，你
下面请牧师来主持祈祷首长受任。踮伫今仔日感恩节的时刻，咱也要举行咱各团契甲首长的就任。期待踮伫未来新的一年中间，咱对过去所领受的恩典，会当继续向前来跑走。所以现在要邀请咱今仔日要就任的上好团契会长、家庭团契会长、妇女团契会长、圣歌队队长、守经团团长、主教校长，以及咱教会协会总干事，做伙来到伫台前遮，要做伙来举行咱的就任。我想踮伫过去这2、3冬来，咱经过疫情的影响，也确实对咱每一个团契以及各事工造成真大的影响。嘛，感谢主的恩典，互咱行到现在，咱也渐渐看见，咱一切生活渐渐恢复到伫稳定，也渐渐继续来思考，伫新的日子中间，咱要怎样继续向前来跑走。现在徛伫咱头前的有上好团契会长苏庆良、家庭团契会长曾金山、妇女团契会长江信官、圣歌队队长张泽颖、守经团团长吴秀云、主教校长梁淑珍，以及咱协会总干事李新元。但恁要领受这的团契会长以及首长的责任，恁敢有确信这是上帝的调明也无？恁要领受这职分，恁着倚靠教会的头耶稣基督，独遵伊做主来尽恁的职务。恁有约要安尼行也无？请咱同齐来祈祷。至圣的主，当阮来到伫你的面前，也踮伫遮，阮看见上帝你家己的景调。互阮遮个同工徛伫你的面前，搁一摆誓约的时，愿主你的恩典踮伫因的生命中间，你亲自引带因、装备因，互因踮伫一切所做，通利益伫教会的圣工，互因伫一切所做，通帮赞阮正兄弟姊妹，互阮透过团契的结连，互阮透过事工的分享，继续将上帝的福音分享到伫每一个需要的所在。感谢你的恩典，引带阮经过过去2、3年疫情的影响，到今阮的生活渐渐搁稳定。期待主你家己引带阮，互阮带着新的眼光、新的智慧，知影怎样踮伫这个充满挑战的时代，宣讲上帝你的信息。愿主你踮伫阮每一位同工，踮伫遮团契首长，甲阮的机构首长。帮助因，互因哪行哪得到快乐，逐日荣光上帝你的名，同齐祈祷靠耶稣的名，阿免。我只是来宣告，请咱大家起立。我奉耶稣基督的名，甲台湾基督长老教会东门北克的纪念堂会小会的权柄，设立恁做本教会的上好团契会长、家庭团契会长。妇女团契会长、圣歌队队长、守经团团长、主教校长以及教会协会总干事，要谨慎恁本身的行为，甲恁的所做，常常关心伫遮的事，尽力伫上帝的工来归荣光上帝。阿免。会众请坐，咱就请因向后转吼。来介绍对我正唱并车，这是首中团的团长吴秀云，过来妇女团契会长江信官，主教校长梁淑珍，家庭团契会长曾金山，圣歌队队长张泽颖，上好团契会长苏庆良。咱教会协会总干事李新元，愿咱踮伫祈祷中间彼此纪念，也愿主亲自运行踮伫咱的教会，祝福咱，互咱一切所做，为着福音的拓展，通得着恩典，通得着帮助。感谢大家，请回座。现在踮伫感恩节的这期，咱也要用奉献来回应上帝的恩典，请
请咱即时来奉献。请坐。咱来看几项教会的事工，咱大家三报告。咱这2礼拜的圣经学堂会暂停吼。好，咱今仔日是感恩节的礼拜，嘛感谢上帝念伫咱过去一年引带咱大家，互咱经过平安，也愿咱继续踮伫上帝的路中间，继续来军队。今仔日也是抬杠节第一主日，所以2场礼拜咱拢有开始咧点蜡烛，嘛期待通过咱每一个礼拜点到一支蜡烛的时阵，咱也期待耶稣基督的光要点伫圣诞来照光这个黑暗的世界。过来伫即礼拜拜三的暗暝7点半，台湾神学院的手证团会点伫咱大礼拜堂举行因今年度的巡回分享会吼。所以邀请咱的兄弟姊妹踮伫即礼拜拜三，暗时7点半会当来到伫大礼拜堂中间，咱做伙来欣赏，会当邀请咱的身躯边的朋友会当做伙来遮参与。哦，过来咱搁后一个礼拜三12月初7暗暝吼，咱会有一个包场要做伙看《流马沟15号》。咱教会有补助，所以咱一张票100块，所以咱有意愿想要参与这个流马沟15号包场的兄弟姊妹，请咱会当踮伫咱办公室这边来做登记吼。所以邀请咱大家会当做伙来看这流马沟15号，也做伙了解过去发生踮伫台湾这个土地的历史。特别我想少年的人更加需要看，因为有当时少年人真正嘛唔知影踮伫台湾这个土地捌发生过什么款的代志。过来，咱今年度12月初3后礼拜拜六暗时6点到8点半，咱会踮伫社区发展中心的广场吼，就是咱主日学教室头前迄个广场来举办圣诞点灯的活动。
所以邀请咱的小朋友、甲家长以及咱兄弟姊妹，若是有意愿要参与的，会当咱的主日学来报名参加。来后礼拜后主日，咱会举行洗礼、健身礼以及信仰告别，嘛请咱会当准备心要甲主同坐道。好啊，过来12月18，圣诞节要到啊，咱有一个无共款的活动。手情团点伫12月18暗暝7点15分到7点45分，咱的手情团甲主日学做伙点伫奇美博物馆的迄个圣诞周末派对，因的大厅遐进行一个快闪演出。啊，如果大家有兴趣会当做伙来参与，不过迄门票吼，现场买是300块，啊预售票是250块。啊，如果咱时间上有拄好想要参与，会当做伙去。咱表演的时间就是12月18暗暝7点15分到7点45分，这个时段是咱教会手情团甲咱有兄弟姊妹要做伙踮伫遮有一个演出。好，我做以上安尼报告，咱其他礼拜煞会当做伙交期甲分享。咱做伙读今仔的金句吼，我先读一遍，请咱大家做伙读2遍。所以你嘛着准备便便，因为人子会伫恁尚未到的时阵来临。马太福音24章44节，咱读2道。所以你嘛着准备便便，因为人子会伫恁尚未到的时阵来临。马太福音24章44节，搁一遍。所以你嘛着准备便便，因为人子会伫恁尚未到的时阵来临。马太福音24章44节，请咱做起立来吟上用的圣诗390首，阿罗天父愿福本源。爱交尊，何乐耶稣小挂罪患，罪过中保，将你万宽。何乐信心感化罪尽，受赎灵力，本归之心。心悲心家心心，三一兄弟，即先即亲。阿门。做伙领受上帝祝福，愿咱得着主耶稣基督恩典，天父上帝疼痛。以及圣神的相通甲感动，甲咱正大家三弟弟对答直到永世代无煞。阿门。请坐。